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曾小妹。今日咧帶我阿媽咧北上嚟深圳呢一度啦，咁咧一陣去食飯。食飯之前咧，我哋就嚟國貿站呢一度揾咗一間咧樓上鋪喎，入面裝修係幾靚嘅。咁咧就帶埋我媽咪一齊去享受下啦，去洗個頭喎。唔該，洗頭。大蟒蛇。大家咧如果喺呢個羅湖口岸過關嘅話咧，可以搭翻1號線嚟到國貿站啦。E 出口出到嚟之後咧，佢嘅左手邊就係呢一個咧國際商業大廈北座噶啦，就北座上去19樓就得噶啦。媽咪帶你去洗頭。好啊，喺邊度？呢度咧亦都有啲化妝品啦、梳頭嘅、護髮嘅、吹頭髮嘅護膚品啊，嗰啲都有嘅。呢度咧有超過10幾間嘅房間啦，咁大家過嚟之前咧記得咧掃翻呢一個 QR code 咧，加翻佢哋嘅微信去預約啊。咁房間咧大部分就係單人啦，同埋雙人嘅比較多啲。入到嚟鋪頭之後咧，可以睇翻個價錢表啦，揀翻啲項目嘅，亦都可以咧去翻佢哋嘅大眾點評咧買翻啲團購券啊。佢另外咧仲有一個會員日啊，即係如果大家咧用咗會員價咧，本身已經俾呢個原價咧係打咗個5折噶啦。但係咧如果你做咗會員咧，係每逢週3過嚟，即係星期3過嚟嘅話咧，再折上折減多20蚊雞，2個項目減40蚊。喂，呢個真係好抵！即係有啲爸爸媽媽咧，其實佢係唔使翻工嘅，退咗休嘅，咁星期3過嚟咧就更加平啲。咁店家咧又可以將個平日嘅客流量咧打上嚟，其實都幾好嘅呢一個方法。鋪頭入面咧亦都有8隻咧唔同香味嘅呢一個精油啦，可以俾大家揀翻做 SPA。呢個香啲，呢個香啲，要洗頭嘅推油。另外咧，仲有呢一個斯內兒咧送俾港客嘅福利啊，就有個袋仔嘅手信啦，可以俾大家帶翻去香港嘅。入面咧有把夏日專用嘅風扇仔啦，好輕嘅，仲有2片呢一個眼罩啊。大家走之前咧記得拎翻呢個福利啦。入到嚟房間之後咧，有呢啲消毒好嘅浴袍啊，咁大家可以換翻啦。然後仲有一次性嘅內褲，推油嘅話咧就換埋佢啦。小姐姐咧就會將啲精油咧放喺嗰隻手度啦，然後咧就做一個聞香嘅動作，可以令到全身咧放鬆下嘅。跟住落嚟咧就做一個簡單嘅開背啦，放鬆嘅。咁呢度環境咧其實都幾好嘅喎。咁店員咧都會問下大家咧邊一個部位咧比較攰啲啊，可以着重咧去按摩翻嘅。其實你會見到我媽嘅身形咧，佢係完全唔肥嘅，佢啲四肢係好瘦，佢蘋果型身材。佢就係中間咧肚腩位好脹，所以咧就係成日都好堵塞啦。咁定期咧做翻啲推油啊，通翻啲經絡位咧會舒服啲嘅，成個人都。力度可以嗎？過程中輕重都可以跟我說哈。好。夠唔夠力啊？夠啊！係呢個肩膀好痛，應該睇電視嘅一路。這一條筋比較緊，所以脖子太大力會不舒服的。好酸痛。它是不是有富貴包？富貴包這裡有點高，但是它這一條筋的話會比較緊。是因為看電視是嗎？就低頭。對，低頭會影響它供血供氧。這個推油的話，通常是推背嗎？還是全身？整個背部、腰部跟腿部。哦，腿也會推到，然後就1個小時，對，60分鐘的。對。推油嘅途中咧，仲會配合少少呢一個拉筋嘅動作啦。骨縫跟你的這邊是黏住的，經絡沒有推通。對。塞住了。對，阿姨的背還是比較硬的。硬。對，很厚，比較累。按到的時候，這個地方還有這個地方會酸的。很
酸痛。这一边啊对是特别紧、特别堵的。对，你有一些坏习惯的话要改一下，就是不能经常低头哈。啊，然后呢，脖子有时候要仰一下，然后多按一按，把它推软一下，有一點靜脈曲張。就像他說的，站着時間長，就會慢慢會有點。咁如果大家咧想升級呢一個熱石套餐嘅話咧，呢一度亦都有團購券嘅。咁基本上咧就係推完油之後啦，會將啲熱石咧放喺個身度，坐暖個脊骨啦，然後咧就再打開佢，然後再用個熱石走一次咁樣嘅，溫通經絡啊。咁咧依家敷緊背嘅同時咧，就會用呢一個精油啦按下隻腳嘅，咁大腿小腿都會按到噶啦。然後咧按通咗之後咧，再用呢一個熱石走一次，咁咧就會暖粒粒啦，將嗰啲經絡打開晒嘅。咁你見到我媽隻腳咧，其實好鬼多嗰啲青筋，成日長期咁樣企啦，隻腳都係好浮腫嘅。咁用呢一個熱石嘅話咧，就會更加舒服啲啦。走完隻腳之後咧，就會咧溫度可以嗎？整埋呢一個熱石喺個身度啦。咁我媽咪話咧，就算咧價錢咧，其實呢一個熱石咧都會比較好啲啊，就係舒服啲啦，更加之值啲嘅。其實如果唔做呢一個頭療嘅話咧，呢個熱石嘅項目都係230零蚊，咁其實都係好抵嘅。那我們就走快一點哈。咁依家咧就開始做呢一個頭療嘅部分啦。咁咧首先咧就會按摩下呢一個頭部啦，放鬆下嘅。呢一個頭療咧亦都有成60分鐘嘅喎，其實係非常之夠嘅。按完頭之後咧，就會按埋呢一個眉毛啦、眼周嘅位置，仲會用呢一個梳咧去撥通翻啲經絡啦。仲會咧攞啲油咧去呢一個肩頸嘅位置咧按一按嘅，所以咧如果大家淨係做呢個頭療嘅話咧，佢亦都有呢一個肩頸嘅位置放鬆嘅。按完摩之後咧，就會開始戴埋呢一個蒸氣帽啦，打開個毛囊咧，再進行清潔咧，會更加深層嘅。咁然後咧就見到一個好似廚師帽咁樣，然後中間咧有啲熱嘅蒸氣啦，然後噴出嚟嘅。咁啊，令個頭髮嘅毛囊啦打開先嘅。咁然後小姐姐咧喺呢一個過程入面咧，亦都會去按下隻腳啦、揼下嘅，唔會話手停咁樣嘅。蒸完之後咧，就用呢個水循環啦，咁然後沖一下，一邊梳就一邊沖嘅。洗髮水的話，它有2款。第一款的話是先做到我們頭皮清潔、去油、去頭皮屑。第二個的話是我們的一個頭髮順滑，然後客人的頭髮洗完之後的話不會打結。哦，即係佢呢一個頭療咧係用咗2款嘅呢個洗髮水喎，我都幾特別喎。我啱啱問佢話係咪2揀1，佢話唔係啊，2款都幫你上。這個是什麼？是海鹽頭皮清潔，像頭皮就是比較容易出油的人的話，會選擇這個頭皮清潔。然後裡面有磨砂的質地，是不是？對，就海鹽啊。細的海鹽。工作特惠的話，不是週末的話是198做80分鐘，還有頭皮補水在外面173，那會貴20塊左右。對，所以正常會推薦客人做這個會多。他洗完的話，它的除香效果挺久的。有一些客人他女兒聞到香了，他說：你下次要帶我也去做頭療。咁如果大家係買呢個海鹽清潔套餐嘅話咧，佢 total 咧係洗3次頭嘅，3隻唔同洗頭水。第一個咧就係海鹽啦，第二個咧就係呢個深度清潔嘅洗髮水啦，第三個咧就係呢個柔順嘅洗髮水啦。哇，洗到你頭皮零立立，勁乾淨。上埋呢一個護髮素之後就可以咧洗埋個頭，然後就可以吹頭髮啊，超香嘅，這裡嘅洗髮水。他們說，阿媽咪香型嘅一種。洗完頭之後咧，就着翻衫啦，去翻大廳嘅位置吹頭髮。聞一下味道，可以嗎？很香。好，可以哈。咁我阿媽咧就電攣咗頭髮咧，亦都會攞啲精油咧去揸佢，仲會咧用埋呢一個頭皮補水嘅營養液啦，噴落個頭皮度啦，然後捽一捽，加速吸收啊！做完之後咧，仲有呢個花茶啦，同埋小點心可以食翻嘅。媽咪而家整咗啦，講下啲評語啊！哇，幾好啊！嗰啲頭髮整到咁樣。如果2個項目加埋要400幾。同埋推油啊、身啊，同埋頭療啊，同埋同你噴啲嘢，同你吹下，400零蚊都 OK 咯。
正常我阿媽呢啲年紀過嚟咧貪平嘅話，佢就會做一個項目嘅啫，佢唔會做晒嘅。咁如果你係真係想豪華啲黃牌咁樣咧，又按摩又揼骨又推油又做 SPA， 再做埋呢一個頭療嘅話咧，就差唔多500蚊有找。如果做會員更加平，400幾蚊嘅啫，2個鐘喎，2個幾鐘啊可以做。推油1個鐘，做頭1個鐘。咁佢呢間鋪頭環境都幾好啊嘛。係啊，好上呢個小姐都好，師傅都幾好。哦。銀啊同埋嗰啲都幾好。係啊，佢高級啲咯，好似都 OK 咯。即係裝修夠高級啲。係啊，行啦，高級啲咯。行啦，去食飯啦。拜拜啊！拜拜。无情的暴雨被多情的他，乌云在头顶会不停的下。